食咗咧會開心到笑嘅5種神奇食物。第3種連醫生都偷偷地食㗎。第一，脾氣火爆好容易嬲咧，飲多啲豆漿啦。豆漿有食物雌激素，幫助你平衡荷爾蒙，啲脾氣咧即刻收晒㗎。第二，夜晚瞓唔到，個人咧好焦慮嘅咧，食香蕉或者 nuts， 佢哋可以幫助你神經放鬆，快啲入夢鄉，好瞓啲㗎。第三，壓力咧大到爆晒煲嗰啲咧，你就要試下南瓜子、杏仁同埋黑朱古力啦。佢哋咧有豐富嘅鎂元素，減壓一流，仲可以穩定皮質醇嘅分泌添。第四，保護大腦、抗發炎，食多啲 Omega 3嘅食物，好似三文魚啊、青魚啊同埋核桃，或者直接補充魚油，穩定情緒，個人開心好多㗎。第五就係冇精神，成日咧都情緒低落嘅咧，你就要去補充一啲含 B 集嘅維生素嘅食物啦，例如蜂蜜啊、豆類啊、雞蛋啊同埋瘦肉，全部都幫助神經穩定，改善心情㗎。記住，中意笑嘅女仔咧係最靚嘅。記住咧，收藏呢條視頻咧，咁你就會可以攞翻出嚟睇。關注我，一齊變靚、變瘦、變健康。留言 happy，仲可以攞健康食譜㗎。